歡迎返到嚟暢銷書精讀班。上個月同大家分享過《權力的48條法則》呢本書，估唔到反應咁好喎，好多朋友都話想再聽多少少嘅，所以今日我會講多6條法則。如果你未睇過第一集嘅話，等陣得閒可以去睇返㗎。上次講咗點樣同上司相處，仲有處理對手嘅基本功嘅。而今日呢6條法則咧，聽落可能會有啲自相矛盾，例如係點樣令身邊嘅人離唔開你，點樣利用誠實去掩飾大話，甚至係點樣透過消失去贏到更多尊重喎。呢啲手段雖然望落古怪，但只要你明白咗背後嘅邏輯，就會發現其實好有意思㗎。咁準備好嘅話呢，我哋而家就直接入正題，睇下呢3000年積累落嚟嘅權謀智慧，仲有咩深層次嘅玩法啦。先講第7條法則。借他人之手攞走全部功勞，聽落好似好唔公道咁啊！但呢個世界嘅運行邏輯往往就係咁現實噶啦。1883年，有個後生嘅塞爾維亞科學家特斯拉喺歐洲去咗愛迪生嘅公司度打工。當時特斯拉嘅上司覺得佢好有才華，就寫咗封推薦信俾佢，叫佢去美國揾愛迪生啦。特斯拉帶住呢封信同滿腔嘅熱血，踏上咗美國呢片土地。點知呢段路係佢人生苦難嘅開始嚟啊！愛迪生一眼就睇得出特斯拉係個人才，即刻就請咗佢啦。特斯拉每日做足18個鐘，不斷揾方法去改良愛迪生嗰啲原始嘅直流電發電機。有一日，愛迪生同佢講：如果你搞得掂我啲發電機，我俾5萬蚊美金你啦。5萬美金喺嗰個年代算係一筆橫財嚟噶啦，放喺今日起碼值幾百萬港紙啊！特斯拉搏晒老命咁做咗成年，終於搞掂，整咗套有埋自動控制嘅改良版發電機出嚟。佢滿心歡喜咁去揾愛迪生攞錢啦。你估下愛迪生點答佢呢？愛迪生笑笑口咁話：特斯拉，睇嚟你仲未明咩叫美國人嘅幽默感喎。最後係一個仙都冇俾到佢嘅，只係象徵式咁加咗少少人工咋。而愛迪生同佢間公司呢，就名正言順咁攞晒所有改良發明嘅功勞啦。特斯拉嬲到即刻辭職啊！後來佢雖然揾到人投資，發明咗我哋今日用緊嘅交流電系統，但係喺申請專利嗰陣，又有一大班所謂嘅科學家彈出嚟攞彩，話自己先係原創喎。結果特斯拉個名喺呢場混戰入面就慢慢消失咗，啲人淨係記得投資這間公司咋。仲有更加慘嘅都未嚟到啊！金融大鱷 JP Morgan 出手收購，逼投資者撕爛同特斯拉嘅分紅合約。投資者一句得埋去：如果我繼續分咁多錢俾你，公司會執笠噶。特斯拉竟然真係心軟，用20幾萬美金就賣斷咗自己價值過千萬嘅專利啊！啲金融專家用幾個操作就搶走晒特斯拉成世嘅心血同財富啊！特斯拉晚年都好淒涼，冇人冇物，一個人孤零零咁喺紐約一間酒店房入面就咁就走咗啦。而愛迪生呢，佢自己都承認過，佢唔係真正嘅科學家。佢話佢唔需要識數學，因為佢可以請個數學家返嚟。愛迪生嘅成功之道好簡單，睇準大勢，請最叻嘅人幫佢做嘢，然後將所有功勞攬晒上身。如果有需要，佢連對手嘅嘢都可以照偷嘅。結果直到今時今日，愛迪生依然被視為發明界嘅教父，代表住無數嘅發明啊！呢條法則嘅教訓係，單單係有才華同有發明係唔夠嘅，你仲要識得點樣去保護同爭取屬於自己嘅功勞啊！喺職場上面，你做咗幾多嘢未必係最重要嘅，重要嘅係最後邊個攞到個功勞喎。要記住，公道係唔會從天而降嘅，係要靠你自己去爭返嚟㗎。第11條法則係教你要學識令身邊嘅人依賴你。當佢哋越需要你，你就越自由。中世紀嘅意大利有個傭兵將軍幫錫耶納呢個城市贏咗好漂亮嘅一場仗，救咗成個城市喎。啲市民就開會討論點樣報答呢位英雄啦，俾錢佢定封佢做領主呢？佢哋覺得都唔夠喎。最後有人就提議啦，不如殺咗佢，再封佢做我哋城邦嘅守護聖人啦。結果佢哋真係咁做喎。呢件事聽落好荒謬，但背後嘅原理其實就係因為呢位將軍係可以被取代嘅。嗰陣意大利大把傭兵將軍排住隊任你揀，冇咗呢個咪請個更加後生、更平、更聽話嘅返嚟咯。呢個傭兵將軍雖然有功勞，但係佢冇令自己變到不能被取代啊。相反，俾斯麥就聰明得多啦。1847年，佢仲係普魯士議會入邊一個冇朋友冇盟友嘅議員嚟。
佢睇清楚局勢之後，決定唔去揾盟友，而係直接服務當時嘅國王腓特烈威廉四世喎。呢個決定當時喺其他人眼中好怪，因為呢位國王係出咗名嘅軟弱同優柔寡斷，成日俾議會班人蝦，連政見都同俾斯麥唔夾㗎。但係俾斯麥正正就係睇中咗國王嘅軟弱，佢先需要一個強人喺身邊幫佢撐住啊。俾斯麥日以繼夜咁服侍國王，當全世界都喺度攻擊國王嘅時候，得佢一個企喺國王嗰邊。慢慢佢成為咗國王唯一嘅心腹，國王做任何決定都會問過佢先嘅。去到1851年，佢終於做到內閣大臣，之後佢仲反客為主，不斷逼國王做啲強硬嘅決策，搞軍隊對抗自由派。佢一手一腳幫皇室攞翻個權力，令到普魯士再次強大起嚟啊！國王死咗之後，細佬威廉一世繼位。新國王本來好憎俾斯麥嘅，甚至想炒咗佢添啊！但佢好快就發現，面對咁複雜嘅局勢同咁多嘅對手，佢根本就離唔開呢個人。每當俾斯麥拎辭職嚟做籌碼，國王最後點都要讓步，因為佢知道冇咗俾斯麥，自己個江山就守唔住啦。最後俾斯麥成功統一咗德國，做咗帝國首相。由頭到尾，佢從來都唔係最有權力嗰個人，但係佢令自己成為咗嗰個冇咗佢就唔得嘅靈魂人物啊！其實喺職場都係同一個道理嘅，做得最多嘢嗰個未必最安全，反而係做到令公司依賴你，同你嘅命運綁埋一齊嗰個先至最穩陣啊！你要令自己嘅價值變成佢哋唔敢輕易放棄嘅籌碼啊！嚟到第12條。用真誠去令對方放低戒心，然後先至出手。你要記住，一次仔細經營嘅誠實行為係可以掩蓋到打後10次嘅欺騙㗎。1926年，一個衣着講究、講嘢帶住歐洲口音嘅男人，去咗見當時芝加哥最令人聞風喪膽嘅黑幫教父艾爾卡彭。呢個男人自稱盧斯蒂格伯爵，佢嘅氣場同一般嘅騙徒唔同，出入有司機接送，會住最貴嘅酒店，食最貴嘅餐廳，成個人充滿住一種神秘又有教養嘅高級感嘅。盧斯蒂格同卡彭講嘅，佢有個投資計劃，可以喺60日之內將5萬美金變做10萬。卡彭本身咩人都唔信噶，但眼前呢位伯爵嘅談吐真係令佢覺得好似有啲嘢咁。於是卡彭決定搏一鋪，攞咗5萬美金出嚟，警告佢60日之後要見到10萬。盧斯蒂格攞住嚿錢去咗紐約，奇怪嘅係佢根本冇攞到筆錢去投資，反而係將佢就咁鎖咗入銀行嘅保險箱度。2個月之後，佢返去芝加哥見卡彭，面對住班樣衰衰嘅保鏢，盧斯蒂格反而好淡定，帶住一副好慚愧嘅表情話：卡彭先生真係好對唔住啊，個投資計劃失敗咗啊！卡彭慢慢企起身，啤住佢，已經諗緊要將呢個人掉落邊條河噶啦。點知盧斯蒂格竟然喺件大褸入邊攞咗5萬蚊美金出嚟，放喺台上面同卡彭講：呢度係你原本嗰5萬，一個崩都冇少到噶。我本來好想幫你搵錢噶，我自己都好等錢使，點知最後單交易都係做唔成，我真係好過意唔去啊！卡彭呆咗，完全俾唔到反應。佢話：伯爵，我一見你就覺得你係呃人嘅，我諗住一係攞翻10萬，一係就乜都冇。但你竟然俾翻個本我，原來你係個老實人嚟嘅喎。卡彭當場就俾佢呢份誠實感動咗，佢隨手喺嗰5萬蚊入邊數咗5000蚊出嚟俾盧斯蒂格，仲話既然佢有困難，呢啲錢就俾佢攞去應急先啦。盧斯蒂格多謝完，佢轉身就走咗，而呢5000蚊先至係佢由頭到尾真正想要嘅目標嚟啊！卡彭係全美國最危險、最疑神疑鬼嘅人嚟，佢成世人都喺度算計同俾人算計，但正正因為咁，當突然間有個老實人出現喺佢面前，佢嘅防線就即刻瓦解咗啦。盧斯蒂格就係睇穿咗呢一點，越係多疑嘅人，其實就越容易被突如其來嘅真誠打動到嘅。因為佢哋太少遇到真心對佢哋嘅人啦。喺現實生活入邊，呢種招數周圍都係噶。例如有個 sales 同你講，呢件產品其實未必係最啱你嘅，不如考慮下另一款平啲嘅啦。嗰一刻你會覺得佢好似好有良心咁，即刻就放低咗戒心啦。你反而買得仲順攤喎，而呢個就係選擇性誠實嘅威力嚟啊。第9條法則，要用行動去贏。千祈唔好淨係靠把口啊！喺爭論入面贏翻嚟嘅勝利，好多時都係慘勝嚟嘅咋。就算你講到對方冇嘢好講，
人哋表面上認輸，但心入面嘅怨氣都會持續好耐嘅。為咗啖氣而輸咗人脈，代價實在太大啦。1502年，意大利佛羅倫斯有一嚿擺咗喺教堂工場好耐嘅巨型大理石，本來係塊完美嘅石嚟嘅，但之前有個手勢唔好嘅師傅喺中間鑿錯咗位，鑿穿咗本來應該係雕像對腳嘅位置，搞到嚿石接近係廢咗啊！當時市長想揾達文西嚟救翻嚿石，但所有人都話冇得救噶啦，叫佢唔好嘥氣喎。後尾呢，有班人揾咗米開朗基羅返嚟幫手，佢研究完之後話有信心可以將舊石調整成另一個姿勢，雕一座大衛像出嚟喎。市長覺得根本就冇可能，但最後都係決定俾佢試下。幾個禮拜之後，米開朗基羅整好咗個初稿，請市長過嚟睇。呢位市長自命係藝術鑑賞家，行埋去望咗兩眼，話係雕得好靚嘅，不過個鼻太大啦。米開朗基羅一睇就知係因為市長企喺個雕像嘅正下方，視覺太低，所以先至會覺得個鼻太大啫。但如果佢當面反駁市長，話係佢唔識睇，角度錯咗嘅話，就算贏咗場交，都肯定會得罪呢位大金主，以後想喺佛羅倫斯度接生意就難啦。於是米開朗基羅咩都冇講，佢請市長爬上個棚架到行近個鼻嘅位置，佢一手拎起個鑿，另一隻手偷偷地執咗啲石仔，佢扮嘢輕輕咁敲咗幾下，順便將手入邊啲石仔慢慢掉出嚟，搞到好似真係改緊咁嘅。過咗幾分鐘之後，米開朗基羅再問市長：而家覺得點啊？市長好滿意咁話：好咗好多啊，直頭好似真嘅一樣添啊！米開朗基羅用行動解決咗問題，保住市長面子嘅同時，又保住咗呢座完美嘅大衛像。如果佢當時同市長嘈起上嚟嘅話，後果可能完全唔同啊！去返職場都係一樣嘅，與其同上司爭論你個想法有幾好，不如直接做個成績出嚟俾佢睇啦。講100句大道理都唔夠一個實際結果咁有說服力啊！就算你喺會議室入邊贏咗場辯論，咁又點啊？令到老細冇面，佢遲早都會揾機會搞返你嘅。但當你用事實同成績去證明自己，佢唯一可以做嘅就係認同你。到第16條法則啦，作者教大家要學識適時咁缺席，用距離感去換取其他人嘅尊重喎。你出現得越頻繁，就越顯得廉價。但當你變得稀有，你嘅價值就會跟住升噶啦。公元前8世紀，當時米底亞人成功反抗亞述帝國，成功獨立咗。佢哋因為受夠咗獨裁嘅統治，決定唔立國王，實行自主管理喎。結果成個國家亂晒大龍。村同村之間互相殘殺，互相睇大家唔順眼嘅，啲法官又全部都貪污，冇人再信過法庭，大家有咩事都直接用暴力解決啊！嗰陣時有個人叫代奧海斯嘅人，份人好公正噶，初頭都係啲鄰居嚟揾佢講下道理，點知佢又真係判得好公道喎，個朵就越傳越遠，連幾百里外嘅人都專登走嚟揾佢做仲裁啊！慢慢佢就變咗全國唯一一個大家肯信嘅公道伯啦。就喺代奧海斯嘅聲望去到最高峰嘅時候，佢突然宣布退休喎。佢話佢用得太多時間去處理其他人嘅問題啦，搞到冇晒時間做自己啲嘢，所以決定唔做啦。但佢一走，國家即刻就打回原形，罪案率係咁升，暴力事件仲多過以前添啊！啲人開始頂唔順，佢哋心諗，與其咁樣鬥落去，不如真係立個國王返嚟主持大局啦。而大家心目中唯一嘅人選就梗係代奧海斯啦。大家一齊去求代奧海斯返嚟，佢一開頭係拒絕嘅，但最後都應承咗。代奧海斯做咗國王之後，定咗條規矩，任何人都唔可以直接見佢，有咩事淨係可以透過信差傳話。就算係朝廷重臣，一個禮拜最多都淨係可以見佢一次，仲要提前預約添啊！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就睇穿咗佢嘅邏輯啦。如果班大臣成日都見到國王，佢哋會覺得國王同普通人都冇乜分別啫，慢慢就會開始唔服，甚至想挑戰權威喎。但如果見唔到佢，大家就會對佢產生一種敬畏嘅心，佢哋就會覺得國王可能同凡人唔同啦。代奧海斯呢，就係靠呢種神秘感統治咗53年，仲將版圖擴大咗，幫後來嘅波斯帝國打好咗個底添啊！人民對佢仲由尊重變咗做崇拜，覺得佢唔係凡人嚟啊！而呢條法則嘅精髓係稀有先會創造價值，但有個大前提嘅就係你要有咗存在感先，之後嘅消失先會有意義嘅。
如果你仲係個寂寂無名嘅薯仔，第一日返工就請長假，人哋只係會當你透明㗎咋。你要證明咗自己有幾重要先，然後再喺適當嘅時候抽身，人哋先會發現冇咗你真係唔得，先會更加珍惜你嘅價值啊！嚟到今日最後一條法則啦，係關於點樣攞返人生嘅主導權嘅。呢個世界好鍾意幫人分類，但你可以選擇拒絕呢啲社會夾硬質俾你嘅標籤㗎。1831年，一個叫奧羅爾嘅後生女，佢嘅夢想係做作家，但佢結婚之後連寫作嘅自由都冇埋，於是佢決定離開老公同家庭，自己一個由法國嘅鄉下去到巴黎生活啦。但喺嗰個年代，女人想生存，一係就嫁人，一係就賣身，從來冇一個女人可以單靠寫字嚟養起自己嘅。當佢拎住份稿去揾編輯嗰陣，對方竟然同佢講：你應該去生仔，而唔係寫書啊！如果換成係其他普通人，可能會就咁認命返鄉下，但係奧羅爾就揀咗另一條路，佢決定徹底咁重塑自己啊！既然呢個社會唔俾女人做作家，咁佢就反轉個遊戲規則。佢決定變成一個男人啊！1832年，佢用 George Sand 呢個男仔名出版咗第一本長篇小說，全個巴黎都以為文壇出咗一個好犀利嘅男作家喎。唔止咁啊，佢喺生活上面都入晒戲。佢開始着男裝，仲會喺公眾場合度食雪茄、講粗口，用男人嘅方式去生活，完全冇嗰種所謂女性嘅矜持啊！呢個充滿神秘感嘅男作家，令到成個巴黎都為之瘋狂喎。佢成功打入咗當時由男人主導嘅藝術圈子。佢同詩人妙塞飲酒，同李斯特一齊傾音樂，仲同肖邦拍過拖。每段關係都係佢主動發起嘅，玩厭咗就主動離開。喺嗰個保守嘅年代，呢啲全部都係離經叛道嘅行為嚟啊！其實熟悉佢嘅人都知，呢個男性角色係保護佢嘅盔甲。喺公眾場合佢會盡情咁演出，而私底下佢仍然係嗰個清醒嘅自己嚟啊！佢仲好叻咁去避開形象定型。當大家習慣咗佢係個風流才子嗰陣，佢就突然走咗去搞政治。冇人可以定義到佢，因為佢不斷喺度重新定義緊自己啊！佢其實唔係真係想做男人，佢只係想擁有決定自己命運嘅權力咋。佢活到72歲，寫咗超過70本小說，成為法國最受尊敬嘅作家之一。雖然到今日未必仲有好多人會讀佢嘅書，但係 George Sand 呢個角色嘅戲劇性同傳奇性，去到今時今日都依然令人着迷啊！呢條法則想話俾大家知，個世界總係想將你塞入一個框入邊。你嘅出身、讀咩科、做咩職位，個社會係咁標籤你，但你唔一定要接受噶。你可以自己寫劇本，自己決定演咩角色，你甚至可以連個框都唔要噶。今日同大家分享咗6條新嘅法則，由第一集學點樣應對上司，點樣防範對手，到今日呢6條進階版，我哋睇到點樣令身邊嘅人產生依賴，點樣將真誠變成最強嘅武器，點樣透過消失去贏到尊重，甚至係點樣喺呢個標籤化嘅世界入邊重新定義你自己。好啦，大家如果有興趣睇第3集，記得留言話俾我知啊！多謝你睇到最後。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內容有用，記得幫我 like 同埋訂閱啊！我哋下條片見啦，拜拜。